哇，天氣涼整個湯，哎呀，揀啲咧靚嘅南瓜，然後咧就把它那些核咧挖出來，然後這個洋蔥咧隨便切就 OK 啊。然後那些洋蔥咧抌入個窿裡面，然後咧一些薑片啊，係啊，天氣冷咧涼一涼。最後這個香草啊，什麼香草都 OK 啊。有啲連橄欖油啦，係啊，確保材料都要有橄欖油啊，多一點沒關係。然後這個烤箱咧提前預約100組，烤大概30-40分鐘左右啦。喂，是不是超簡單？你們咧拿去蒸啊、氣炸都 OK 啊。總之它軟軟的咧，熟就 OK 啊。但是咧烤咧，它慢慢咧烤得焦焦咧，煮出來更讚。喂，萬聖節我們弄點裝飾啊，這些細青瓜咧切一半，然後把它切片，來個筷子咧拮兩個窿哦，眼睛，再用筷子頭啦，或者用這些擠嘴窿個嘴巴。我在玩咯，看到別人做得很 QQ。哇，你看青瓜鬼啊，等一下放在湯上面。哇，你看這樣微焦咧，完美啊！這些香草咧丟掉不要趁它還軟的時候咧，刮一下那些南瓜咯。烤盤咧那些精華咧，加啲熱水刮一刮，倒進去，加熱水進去。一點點黑糖，還有鹽巴，我喜歡加一點椰漿的，好嚼啦！哦，你看完美南瓜湯，係啊，你們按照自己喜歡的口感呢，去調整那個水量啊。現在就把它煮熱就 OK 啊。我拿個靚碟，我倒下去，要差點浸到間屋啊，可怕一點啊，萬聖節加點南瓜籽，還有青瓜鬼，最好加點靚嘅橄欖油啦，完美。哇，你看完美萬聖節南瓜湯，係啊，萬聖節咧加條蟲蟲喺度啦，屋頂可以。如果小朋友萬聖節不乖咧，直接蟲蟲撒過去下頭啦。